毋是讲镇公所嘛会举办囡仔的活动，啊，毋过阮也拢无看到。有啊，阮公所有办囡仔的活动啊，我带你做阵来去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行。阿高，你放心啦，镇长本来就对囡仔相关的代志特别关心，所以镇长有安排讲故事的活动，你甲我拢爱去表演哦。耶！我上爱表演啦。你有听过好高步故事的举手？我。啊，你敢会食囡仔的举手？哦，手放来。我甲你讲，好高步会食囡仔，我较会食囡仔，啊，毋是我。好高步甲我拢袂食囡仔，因为呢，好高步已经变好人啊。好高步以前去互误会，讲伊会食囡仔，啊，毋过伊即摆是一个好人。好高步会食小朋友的周鱼，敢知？这敢是金头啊？金头人，今这是啥？请问好高步，伊即摆该食啥物糖仔饼？你讲一种的一种就好。白鸡肉。对啊，这样打。顺手，顺手，三甲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